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新北邮件饲药的案，公今嘛有检出8囡仔体内有少量管制药物巴比妥。市府今仔是第一届公布检验详细，咱卫福部嘛有请台北病院甲囡仔检标，14个囡仔拢总无检出药的反应。详细案情，侯友宜嘛要出席下暗的家长说明会，讲个清楚。 新北市某私立幼儿园别出疑似饲囡仔安眠药事件，卫福部进前执行部立台北病院免费协助囡仔来检验，对总价后续医疗的资源到7日为止，已经有26个囡仔就医，并且进行6个检测，后一批6个检验结果在暗头出来了。14位检测结果都出来了，24位的检测结果全部都是阴性。后面来台北医院的，我们后面会有一些结果出来，我们也会再跟大家报告。 新北市府在早起公布血液检验的结果，有8个囡仔血液内底检出管制药物巴比妥残留，并且头一摆公布检测值，其中1个囡仔血液内底巴比妥残留量超过3微克。我们的8位小朋友里面有75%落在1.0到1.5之间，那就实验室的认定1.0到1.5就是视同微量检测出来。 新北市府强调，5月15就开始配合检方的调查，也成立需要专案办公室，协助家长一对辅导，包含就医检验加早学安置。昨暗时要伫故宫国小举办第2场家长说明会，新北市长侯友宜也亲身来出席，向家长说明并且了解需求。侯友宜强调，即阵上要紧的是将药物的源头找出来。2月13是不是到市议会来专案报告，尊重议会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